赞无？有。咱沿岸拢爱食挂菜料理。够免食。这苦瓜吼，咱若要煮吼，啊，着爱先爱烫过，用一寡糖吼，啊落去汤互伊滚一下，吼。这吼一条苦瓜吼，这籽毋好摕，有诶吼拢袂晓，拢籽拢家己抠抠掉。其实籽吼足好食诶，吼，一条苦瓜着家己破平，啊，家己切做四周。四块啦，一边切做四块，啊，甲烫一下。这吼爱小可家烫一下，爱烫互小可摸着有小可有软软，安尼啊来煮较紧，啊伊个吼较袂苦。嘿，像这水吼，小可甜甜嘛，爱说苦瓜伊就袂遐苦。这就是秘诀。好啊，嘿，可以了。今仔这开起来。阿妈顶摆有甲你教一解讲，拍菜爱先安怎？先下落去，下落安怎？炒互安怎？炒互伊香味出来。吼，嘿，安尼无袂记着。这吼拍菜吼，都爱先炒，互伊香味，互伊迄个拍菜味，互伊出来。香味出来吼，啊，即马只下油，这下姜。煮这拍菜一定爱下姜。啊，这是豆花，吼豆花，咱买倒来吼，嘛是爱先烫水过，伊惊伊这有炸油过吼，迄油若无新鲜，有味嘛吼，咱要买爱先皮看卖，若无油爱味，咱才家己买，啊买倒来，咱嘛是爱搁烫过，较好，嘿。会烫落去。然后酱油爱先放落，酱油唔通放伤多，吼。啊，这都爱放边糖。吼，这较细声嘛，安尼，两下，不汤有无？因为这水你毋免放伤济，伊这落落吼，伊苦瓜伊会出水出来。你若放伤济吼，你会水会足济，汤会伤济，吼，啊才藏起来。看起来就足好食，有无？阿嬷是拢无咧试咸正的啦，我是讲凭我的感觉，因为吼，我是师傅。卤甲这苦瓜，若是拄会落去就好啊。
这煮菜的人吼，就是物件袂用的落厝。这个煮菜人，物件看若好食，食就好食，袂用的讲安尼啰啰嗦嗦讲，哎呀，家己要食清清菜菜就好啦。安尼吼，看起来无好食，人就无爱甲你食。啊，你就是爱同款，咱要食，嘛是该摆互伊水，吼。OK， OK 白 OK。菜苦粿。阿妈煮的好食，好食。好食。你毋是讲比你去外口较好食？嗯。对啊。阿妈爱搁煮几年啊？就10年。10年哦。至少10年。哈，安尼我都几岁啊呢80几年。80几年。啊，就甲老阿嬷共款啊，20年好。嗯。